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咱要来先来咧，今仔日要唱的新正诗，新正诗咱先来下开第65首，伊要可怜世人艰苦，较定一下吼。好，咱若是手头未有新正诗的，咱去后壁睇，今仔日有足侪首诗歌，总是其中有3首的新正诗要邀请大家兄弟姊妹参加来敬拜。咱来看第65首，请司机先弹一个。新正诗第71首，基督世界真光，咱由完请司琴先弹一个。咱来唱第1节。
诗就要来唱即条，啊，顺来伫后壁初肯的时阵，嘛要唱即条歌，讲是唱第1节到第4节，请大家爱注意。好，咱来练习上尾一首是298首，即首大家应该足熟的，因为是圣诞节的即个旋律。咱来看圣诗第298首，是圣诗第298首，咱即条应该无需要先听过，咱就做伙来唱。啊，咱的即条歌咧唱的时阵会有乐器的伴奏，所以请大家爱注意，毋好对毋着旋律去安尼。咱来唱新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咱来唱第1节。快乐快乐，咱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也通望心更面，悲伤忧愁忧愁看散，因为有安无大患，愿快乐愿他来临，灿烂更明的欢喜，因我是心所到影响，一切路路主生命，上帝主爱普及人类，就将诈骗叫无归，安插不断的永情，一路奋斗的历程，一路歌声扬亮无停，全愿意开山人生。好，请大家爱注意，伫上尾一句的第1个音，伊是伫前一个小节的第4拍就出来啦，所以请大家爱注意听抒情的声。啊，即条歌咱伫礼拜中要唱第1节、第2节和第4节，所以有缘请大家注意。好，咱今仔的练歌就先到这。请招待的人将迄个新朋友名单。啊，这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耶稣生日的庆祝会，救主圣诞。啊，愿救主迄个欢喜平安临到咱大家。啊，头先我要来请安、甲通知、甲报告，以及介绍新来的朋友吼。啊，我手底有咱久久无转来，为泰国吼，伫迄个秀玲姐的姐夫啦，李锡基兄弟伫倒位啦？徛起来，互咱甲欢迎拍鼓啊吼！多谢。啊，过来我有看到我的丈人，甲我的舅仔洪浩志，甲伊的太太庄慧珍，因专工下载，阮丈人我甲招讲来做礼拜，伊讲好，恁若招我就行，啊，所以讲特别阮舅仔转来甲载，我今仔爱有福彩吼，啊，伫后壁，伫遐徛起来，啊，我的丈人洪忠银兄，吼，啊，欢迎因来参加，过来。我有看到新朋友，咱就无伫我的富强，啊无写吼，富强来伫遐来吼，来吼，咱甲欢迎一下，吼，啊个咱昨有看到宣慧吼，为美国转来食咱的圣诞主餐，吼啊真欢喜，今仔日去台北，我知吼，今仔日搁去台北，啊个有看到。久久无转来的恩轩，伊讲拢大家拢毋捌，我就捌你啊，咱毋捌来，恩轩，吼，罗长老甲李凤姐的查某囝吼，嘛是咧美国咧读册啦吼，即拢要转来，毋知转来庆祝圣诞的吼。好，啊，搁来有迄个，我看觅，啊，在吼来。搁迄个咱下载来教会时，有看到人一个少年家咧分酒报无？有无？一个帅哥咧分酒报，吼，即摆搁咧分，
迄是永南长老的孙外孙吼，家伙的后生啦吼，家伙拢长期伫越南，因后生迄个升大外文系啦吼，做志工吼，咱教会咱嘛有缘甲欢迎，等下会拄着吼，甲伊加油一下吼，这是迄个永南长老的外孙啦吼，其他毋知有人我无介绍着无？好无？安尼咱来看周报吼，咱来通知甲报告。今仔日是即个先报告咱周间的聚会吼，若有担当的兄弟吼，请咱注意吼。过来，咱来看周报的内面页。今仔日咱庆祝圣诞赞美礼拜，圣歌队伊免献诗几首的圣诞的清唱曲，忧闷世间着快乐。今仔日由上人团契专程来点击，多谢伊的辛苦，特别感谢客家宣教中会总干事罗德钦牧师吼，来咱主领礼拜，咱甲拍拍欢迎吼。咱会后等下有圣诞歌吼，会送互大家。后礼拜咱要邀请福音教会王美书牧师来整领主礼礼拜甲讲道。礼拜中有缘嘛要举行即个国乡长的就任式，请这首长甲注意。财务部的报告较重要，就是请咱这个费用吼，伫今仔日紧提出吼，头互这个财务人员吼关销做销的问题吼，请咱注意。有登记新员工的，请咱去办公室来领取。各单位的首长的即个铺车吼，嘛会当紧仔停起来吼，交去迄个干事遐吼，互咱的检照员配照甲何礼吼来检查。有缘持续邀请咱大家关心伫即个祈祷会的顶面。咱教会的小提琴初阶班吼，伫12月26要开课吼，请咱兄弟若有兴趣来注意参加。即个月历吼，咱一个家庭会当领一份吼，去签名领取就会使，咱家己拢知影。邀请已经洗礼、述职伫咱独行的兄弟，踊跃参与月定的奉献。月定奉献底下伫后礼拜嘛会照咱的姓名吼，编伫迄个家庭的奉献柜内底。新朋友若有需要的，请办公室来登记。行政干事伫12月26要请特休吼，咱注意一下，然后来教会接洽的较注意。小个广告，12月31礼拜中要举行主后2024年度各单位首长的任命式。少年团契会长王明仁，兄弟团契会长尤志良，妇女团契会长刘乐义，社青团契会长林炳云，圣歌队队长尤乃琪，主要校长洪雅珍。青少年团契辅导陈雅云，以上任期拢1年。第2项，教会工作者聘任名单，圣歌队赵主会老师，指挥赵主会老师吼，伴奏谢婉梅老师。教会行政干事是尤安琪，以上任期拢是1年。其他团契的消息，今仔日圣歌队等下礼拜3因要去年尾的聚餐吼，这较注意一下。少年团契有缘伫12月27拜3，因若要年尾聚餐吼，这咱相关的兄弟吼，较注意一下，这该当来坐车来坐车吼，安尼较重要是1月28，咱全教会要大摒扫，呼吁咱兄弟来参加。来摒扫圣殿，这是一个真重要、佫有意义的代志。其他兄弟团契因的聚会照常，具体的关怀，咱等下礼拜要未煞的时阵，咱嘛有一个具体的关怀的代祷吼，先甲大家报告。庆美姐心中无啥爽快吼，有去挂急诊当然，即摆拢搁咧检查的当中。正业长老爷中耳炎吼，这太太敢有真念吗？中耳炎，好来，恭喜迄个紫薇吼，就是周淑珍老师做阿嬷紫薇嘛做老爸，咱甲恭喜。
特别为着屏幕的代志来祈祷。过来就是咱昨伫遮有正坛的聚餐吼，拢总有128个来参加。昨中集也有分4位的报佳音，主要也有去咱即个附近吼报佳音真效果真好吼，去广大去迄个英才公园吼拢有收到真大家兄即个咱附近的住民吼真欢喜，甲咱欢迎。伊是去广大的时阵，内底的社区的朋友讲恁来中唱较大声吼，咱的囡仔伫遐跳舞吼，庆祝圣诞吼。当然相关的影片甲相片，咱连江会用看到吼。过来就是即个顶礼拜的奉献，咱报告作为领袖，若有错误，请咱即个财务部来更正。这是咱今仔日的报告吼。咱要来兄弟，咱要来礼拜吼，咱要来吟会前的诗，咱献开新圣诗71首，咱要吟第10就好吼。基督世界真光。主耶稣，愿甲全世界的人得听候你的来临，受压迫的人得听候公义、自由、透放的实现，丧乡的人得听候得到饱足、温暖、安慰，富足的人得听候你开因的目睭，接受新的挑战。教会直得听候你更新的活命，合一甲见证。愿同心迫切听候你赐愿5望3听和平。主耶稣啊，愿你紧来。
即咱要来吟真圣诗的第65首，天父可怜世人艰苦，咱要来起入来吟全首。即咱游园徛的，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入伦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无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搁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的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就来听对圣经出上帝应允恩典的话。我要予你的身躯复原，医好你的伤痕，嘛要引领你受毁坏的家庭。要有感谢甲快乐的声音中间出来，请兄弟咱做伙出声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请你用你灵敏的目睭看阮，用你医治的恩典安慰阮，
阮的五望独独我靠你，永远的信实，甲无穷尽的灵敏。阮确信你复兴的应允。阮虽然软弱，毋惧要勇敢宣扬你的话。上帝啊，有你医治阮，阮就得到医好；拯救阮，阮就得到救，因为你是阮所学乐的。
着安慰我的主意，着温柔对后率领宣布，因受压力劳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责已经还清楚。有啥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角拢要屯福田，大细的山头拢要有福家，冤屈的要解福的，坎坷的要受福平。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报好消息予惜安的人啊！着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看，恁的上帝来啦！请兄弟咱做伙出声来祈祷。主啊，黑暗领你深，阮却选择黑暗来闪避你的真光。求你赦免阮的软弱，开阮的目睭，互阮通看见你的阳光，帮助阮对绝望中奋起，牵条你丰盛的应允。
天使加百的奉上帝车彩到加利利一个城，名叫拿撒勒。迄记一个在色女，名叫做玛利亚。这个在色女已经甲大卫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结婚。天使到玛利亚遐，对伊讲：平安，你是正妇女中间上福气的，主甲你同在。玛利亚因为这个话非常不安，心内一直在想，这个请安是啥物意思？天使对伊讲：玛利亚，毋免惊，因为你有得到上帝赐福，你会怀孕生一个后生，你就把伊取名叫做耶稣。请咱做伙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阮会亲近你的恩典甲作为，开阮的心目，互阮通看见；开阮的耳孔，互阮通听见；开阮的嘴，互阮通宣扬你的真理。我们天后。
现在咱要来交托一段的启应文，伫新圣诗的41篇，启应文41篇，请咱听这掀开咱的圣诗，新圣诗，咱要用交托的方式。启应文第41，以赛亚第9。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你予因的国家强盛，予因大欢喜。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降断因肩头的棍，侵略者的军鞋裹着火的军服，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贤明的道师，永远伫地的偏僻。伊的主权无强，伊要坐大笔的宝座，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约瑟的世系属于大卫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起犹太，到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约瑟甲伊的婚妻玛利亚做伙去行。彼时，玛利亚已经怀孕，因伫遐的时。玛利亚生产的时到，就生头一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草槽里，因为体管无所在通互伊大。请也这做伙出声祈祷。愿阮为记得你出世做人的奥妙，你伫即个小小城市的暗暝为阮出世，愿阮会知这是上帝自我谦卑的心意。求你施恩予阮，用盼望、和平、疼甲喜乐来跑走阮人生的路途。
民大欢喜的好消息。今仔日伫大庇的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出世，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草丛里的，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不然有侪天兵甲遐个天使做伙阿老上帝讲，愿阳光归于至悬的上帝，愿伊赐和平予地上伊所喜爱的人。感谢咱做伙出声祈祷。主啊，愿2000多年前迄粒星带咱到草座的头前来敬拜你。伫头一届圣诞，侪人无听见天使吟诗的歌声，互阮对这来得到警醒，时时注寻你恩典的声，搁活出你的款式。即咱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的第2章第1节到12节。马太福音第1章第2章的第1节到12节。现着我来读。当希律王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若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叨落，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才来要敬拜伊。希律王听见就悲白，通耶路撒冷也是安尼。就组织政治时头甲百姓间的经学师，问因基督着伫什么所在出世？因甲伊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太地伯利恒啊，伫犹太车的头人中，你拢毋是第一世的。因为要有一个人君对你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对安尼，希律暗前调博士，对因上细查迄粒星出现的时，
就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找着就来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去。忽然，东远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见迄粒星，欢喜到袂顾得，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拜婴仔，开因的宝盒，献礼物互伊，就是黄金、乳香、佛药，搁伫迷茫中得到指点，教因毋通倒转去就近希律。就对别条路倒去本所在。讲到今仔日罗牧师要带来信是圣诞的星。每位我所敬听的兄弟姊妹，愿恁平安。咱恭祝大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记住圣诞是普天的好消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要互咱所有人得到真大的愿望甲快乐。所以每一当咱的救主圣诞的时，咱拢举行赞美礼拜，来充分表达圣诞节的好消息的欢乐的气氛。我感觉赞美礼拜是上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救主圣诞诞生迄个暗暝。天使甲天君嘛是安尼咧庆祝。2000多年前，当希律做王的时，耶稣诞生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伫即几个东方博士，伊是为着伫天顶的一个天文的现象起因，因为有一粒足水、足光明的星伫遐真明显。所以，因就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要来因就先来拜访迄个希律王。因讲，伫先知书顶原有应允，讲有一个要出世的犹太王伫倒位啊？我有看到因的星，看到迄粒星，我会想要来拜。因为想讲先前来请教国王，但是即个问题却造成希律王心内的不安。为什么？因为那阵出世的婴仔是将来犹太王的王，安尼就会对希律王的王位产生威胁。所以希律王心内就产生真无好的念头，伊想要除掉迄个婴仔。希律王非常的紧张，伊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士。伊甲伊问讲，基督会诞生伫什么所在啊？伊将全以色列上捌圣经的人、上捌以色列历史的甲英文的人，拢甲找来问。这个人就甲伊讲，伫犹太伯利恒，因为先知书安尼讲呢，犹太的所在伯利恒啊，你伫犹太的城毋是上细，因为有一个领袖要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家儿以色列，安尼就知影咯，是地点是伫伯利恒，但是安尼无够野，因为还阁毋知即个婴仔是啥人呢，去伫倒位，所以希律王就将要知影即个婴仔会搁较济的资讯，伊就假影家己是一个敬虔敬拜上帝的人。伊就甲博士，即个东方的博士搁找来，甲因问讲，即个星是啥物时阵出现的？恁若要去的时，若有找着即个婴仔，你着甲我报告，我嘛会当去甲伊拜啊。希律王讲话时真谦卑，搁真温柔，那亲像伊真心要敬拜即个主耶稣共款。但是这个根本就是假，因为伊是烦恼、惊吓家己的生活变化。伊即摆所得到的一切的关系，拢会消失，所以伊无希望主要所会当出世伫即个伊的生命中，来改变伊的人生的计划。伊惊主要所变成新的王，
伊心内所想的是原本我的人生是这么好，哪会当互一个婴仔来毁坏我的人生呢？所以主要说，这个耶稣是袂当活的，这个婴仔袂当出世伫这个世间。所以希律王决定要杀掉这个婴仔主耶稣。各位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时嘛想要甲主耶稣杀掉？你会讲无可能啊！我是遮尔爱听主，我听主耶稣，我敬拜伊，我是基督徒啊。但是其实有时咱嘛会做了咱无想要做的代志，因为咱顺探咱心内的罪，常常冒犯上帝。因为咱贪心，常常听探咱心内的欲望。因为咱得罪了人，也得罪了上帝。因为咱无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因为咱的身心灵无够健康，无照顾咱的身体，迄是圣神的殿。有时咱真笨蛋，无回应上帝予咱的恩典，照伊予咱的恩赐来发挥，回应上帝的听。有时咱辜负上帝创造咱的真水的意思，空占土地。咱面对上帝的时，咱感觉真见笑，咱想要安眠眯起来。所以有时甚至咱亲像犯罪的人，想要杀掉迄个看见咱犯罪的人，因为咱家己知影咱无够野，咱无想要改变，所以咱开始烦恼，咱惊吓，咱亲像希律王共款，咱惊吓即个改变，咱会讲我本来就是安尼的人啊，我的个性本来就是安尼啊。这个代志本来就是安尼啊，根本就无可能改变。咱过去就是即种人，安尼就好啊。过去安尼就好啊，我嘛无想要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咱真惊主耶稣来到咱的生命中，来改变咱的人生。咱无希望咱改变，咱嘛无希望咱的家庭改变，咱也无希望咱的教会改变。咱的心内产生真大的矛盾。一方面，咱真欢喜接纳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救主；但是一方面，咱也固执固执，主耶稣成做咱的人生的主人。当咱固执主耶稣的时，咱嘛离开生命的道路。今仔日圣经节中，有一群人咧追求生命的方向，因一生努力研究各种的星象、天文的知识。因住伫遥远的东方，就是东方的三个博士。因过去过家己的生活，但是伊的一生，伊有咧追求，一直到有一天发生一个代志，就是这个代志来改变因的命运，就是因发现一粒星，这粒星是这么水，佮这么光明，这么美丽，伫迄个天顶来出现，伫遐要照着因的黑暗的人生。上帝伫因的头前，伫遐邀请因来跟缀伊，所以要做一个决定，是毋是会当追求迄个传说中的君王，照迄个星来行咧？因回应讲：“我愿意。”各位兄弟姊妹，你有愿意吗？因离开迄个真熟的所在，离开原来的生活，因行着迄个追求婴仔的路，迄是一条新的路。毋知的路，冒险的路，但是因知影，虽然毋知要去倒位去，也毋知要行偌久，但是因知影会当对着上帝的指引，伫遐向前行。时间一天一天来过去，迄个找无迄个尽头，但是伊无放弃，因的心内一天比一天搁较欢喜，因为因知影，只要搁向前行，就愈接近因的目的。因到耶路撒冷的时，伊就得到希律的指示，讲知影婴仔伊是出世伫伯利恒，所以因就往伯利恒会当望早一点仔来找着主耶稣。因就行着，忽然伊伫伯利恒看到迄粒星就慢落来啊，慢慢仔伫头前来引带因，一直到伊个囡仔出世的所在就停落来啊。因是真诶欢喜。伊就入去厝，看到迄个囡仔甲伊的妈妈玛利亚，就伫遐拍拜敬拜即个囡仔。
因就摕开迄个宝盒、迄个宝盒，摕起黄金、乳香甲木药来献互伊。圣经讲，东方的三普师所献的礼物有3种，就是黄金、乳香甲木药。即3个礼物，毋是上好的尔，上宝贵的尔，佫有特别的意义呢。第一，黄金是送互君王的礼物。伫古早的王朝的时阵，百姓若要看见王也是国王来进贡，因拢会炸即个黄金来做礼物，来送互国王。这是表明主要说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第二，佫送一个乳香，乳香是送互祭司，送互祭司的礼物。伫旧约的时阵，祭司是上帝人甲人之间的桥梁，就是中保，代表百姓献祭互上帝。即个祭司是代表百姓来献祭互上帝。所以献祭时，百姓就准备即个香料来交互祭司。祭司伊献祭时，就香料来放伫即个祭坛顶面，就用火来烧。伫遐规个香味就充满即个祭坛，表明对上帝的尊重。所以，普师伫遐献乳香互主耶稣，是表明上帝甲人之间的中保，是人类的大祭司。所以今仔咱祈祷的是讲，奉主耶稣的名求，就是安尼的意思。因为主耶稣就是咱甲上帝之间的大祭司。所以，即个普师送第2个礼物，乳香是表示即个礼物是祭司献予祭司的礼物。第3，墨药是为着死人准备的墨药，墨药是为着死人准备的。犹太人的风俗，既然死去的人，伊就甲伊的身躯涂上一层墨药，涂上一层的墨药，安尼会当保存真久。普师献墨药予主耶稣，是表明主耶稣将来要担当世间人的罪，伊是人类的救赎者。所以普师所献的礼物，竟然有这么大的意义。我相信这3项礼物一定是出自圣神的感动来准备的，就是墨药，就是黄金，就是乳香。这3项礼物是出自圣神的感动来准备的。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嘛要献上这3项的礼物。伫属灵的意义顶面，黄金是代表咱坚定的信仰、纯洁的信心。所谓讲，纯金毋惊火烧。如果咱不断操练咱坚定的信仰、纯洁的信心来面对上帝，就是献上咱亲像黄金的礼物。再来，乳香是代表感谢的心、懊恼的心、甲释放的心。乳香是代表感谢的心、懊恼的心、甲释放的心。如果咱的心内常常存着感谢上帝、懊恼上帝，佮用实际的行动来奉献咱家己的才能、甲时间、甲金钱，来互上帝使用，安尼就是献上咱亲像乳香的礼物，互上帝，也是献上芳芳的祭，互上帝。第3种的礼物就是墨药。墨药是代表背起十字架为主来受苦的决心。主耶稣讲，既然要跟对伊的人，就背起十字架来跟对伊。这个十字架是受苦的十字架，背十字架是因为咱要顺探主的道理，坚定咱的信心，要安尼为着主嘛愿意来受苦。咱背起十字架，咱就经历过背十字架艰苦的时。我就为着你欢喜，因为你献上咱亲像墨药的礼物，这是互主耶稣的礼物。所以当咱明白这3个礼物的属灵的意义，咱就要搁一摆思考，咱送礼物的行动是甚物人？咱知影，咱是为着主耶稣，为着上帝，
将迄个上好的礼物来送互伊。上帝将耶稣基督来送互咱，咱要回报伊坚定的信仰、纯洁的信心、感谢甲学乐奉献的心，以及为十字架为了主受苦的心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真水的事况。东方的博士对真远的所在来，经历真多的辛苦的路站甲危险，但是因为婴仔的出现，遮的一切拢有价值咯。遮的一切的努力甲拍拼，拢毋是空空的，因为行这么长的路途，拢毋是枉然的，因为已经见到圣婴儿主耶稣。选择对这个星来行，选择新的人生的方向，拢是有价值的。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就改变咱的生活，改变咱的生命，互咱的心充满了盼望、欢喜甲感动。上帝搁伫梦中指示这希律，这三个博士甲因讲：你若转去，毋通去希律王遐甲伊报告，恁就行另外一条路，转去家己的家乡。上帝甲因讲：恁原本行的路是一条死亡的路，若转去，希律王不但会杀掉主耶稣，佫会杀掉恁来灭口。所以上帝叫因爱行另外一条路。活命的路，迄就是生命的路，一条甲过去无共款的路。各位兄弟姊妹，已经拢无共款啦。咱要找到一条生命的意义的道路，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军队主耶稣的道路。13年前，伫国道3号有发生一个历史的上大的走山的事件。我要甲大家分享简单的我的心路历程。13年前，伫礼拜日的中昼时下昼时点外时发生一个走山的事件。迄个时阵，当我知影即个代志赶到现场的时，已经是暗时了。高速公路拢非常的黑暗，我的心内非常的惊吓。我想到师长伫迄个黑暗的山内底，缀伫迄个内底，都非常的惊吓。伫遐一直到68点钟以后，才将人甲挖出来。这是一个黑暗的征战，一直到尾啊，真久以后，阮过一年，阮就举行即个礼拜，就是音乐的礼拜。上帝将即个道来想述互我。上帝甲我讲，虽然是迄个真黑暗的所在，虽然阮心内真毋甘，各位兄弟姊妹嘛真痛心，但是上帝甲我将即个道来示互我，就是伫黑暗中，其实师长看到的是即个光明的，就是迄个上帝的教会，就是阮的教会，也伫上帝的光明中。我就将即个道甲画出来，伫迄个音乐礼拜伫遐做成卡片。就是师长虽然是伫黑暗中，伊的心是伫光明中，伊是当中看见上帝阳光，是未给引带到伊到天国，伊是伫上帝阳光中。所以迄间细间的教会，上帝也毋捌甲阮放袂记的，也毋捌袂记阮每一个人。后来第3周年的时候，我圣经卡内底有写一个上帝疼咱，因为伊的恩典赏赐予咱永恒的毅力甲美好的愿望。第3冬了，阮阁举行一个音乐的礼拜，上帝阁将即幅图来赏赐予我。伊讲，伫迄个黑暗中，其实上帝的疼，哪亲像迄个星，像星光灿烂一样伫照着咱，所以迄个黑暗已经消失了。只有上帝的疼伫照着咱，主耶稣伫遮请伫照咱，带到咱真水的所在，带到咱生命，找到生命的意义。其实咱的每一个人的心内，拢有一个希律王，迄个希律王就是咱的黑暗的心思的世界。伫咱的心内，拢有一个东方的博士，咱渴望会当军队。迄个真水的星，找求迄个充满意义的生命的道路。咱渴望伫迄个黑暗中找到主耶稣来救咱。主耶稣就是迄个足水，
搁真美丽、搁种光明的星，已经伫天顶咧出现。咱着爱抬头来看，就会看见。咱要怀着迄个仰望的心来跟对伊。啊，我伫迄个时阵有写一个诗吼，我就来大家来分享这首诗吼，听亲像爱如星光灿烂，长夜漫漫，我在旷野独自行走，如夜色泼墨的往事，风轻轻吹过，星星闪烁在黑夜的天空，黑布已刺上锦绣，在黑暗中你与我同行，永恒的爱藏在我身旁。抬头仰望，专心地祈求，你的爱如星光般照耀。爱能改变，爱能疗伤，爱能燃烧，爱以荣光显现。抬起头来，爱如星光灿烂。感谢上帝，上帝，你邀请咱每一个人过无同款的人生，希望咱有一个有意义、充满圆满的人生。圣神已经伫咱的心内不断地甲咱邀请，不断地甲咱爱呼唤，互咱的心中迄粒真水明亮的星伫遐来引带咱亲近敬拜伊，来发着希望、喜乐来向前行。东方的博士所看见迄个星，已经伫主要所出现的所在停咧，伫遐就是伫即个所在，要邀请咱去。看见主耶稣甲伊的妈妈，咱就拍拜主耶稣，要将咱的生命礼物来献予伊。伫迄个时阵，咱已经知影，这就是咱的人生上要紧的代志。咱已经找到主耶稣了，感谢上帝。咱三个来祈祷，感谢上帝，将亲爱主耶稣圣婴儿来赐予阮。感谢你送予阮这个生命的礼物，阮要专心一意。跟对这个真水的启明星，找到生命中上要紧的礼物，就是得正肉身的主耶稣圣婴儿。感谢上帝，奉主的名求阿门。咱即摆搁三个来念这个咱的这个祈祷文哈，我们一起来念，对，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上主，求你搁一摆，用奇妙的痴心引带阮每一个人来到救主的操作前，互阮用献心竭意认真生活做礼物，奉献伫圣子的面前。安尼，阮才真正体会，伊都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
天父上帝为着圣诞节，伫阮人生有无平常的意义，阮感谢你。阮要为着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降生伫卑微的家庭，感谢你。阮感谢你，圣囝耶稣甲阮相款，生活伫家庭内趁钱互家。伊嘛甲阮同款，体会着交朋友甲失去朋友的感受。主上帝，伫今年的圣诞节，互耶稣进入阮的心中，永远甲阮伫地，奉为阮出世的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
今仔咱要来吟回应的诗，新圣诗298首，咱起立来吟第1节、第2节甲第4节。请坐，即个咱要来奉献，田淑新即事甲陈雅云即事来书献。
兄弟请坐。下面是咱大岛的时间，要大岛的进程。游园我头拄有看到庄福兄吼，庄福兄伫遐吼，久无来，伊拢大概拢无。来吼，拍手会晓吼。好来，搁一位是郑玉云同学伫倒位？吼，又来参加咱礼拜。搁来一位是张富强吼，已经拢离开吼。好，安尼，他拄啊，牧师咧讲13年前的走山吼，昨我有甲伊开讲圣诞的意义，圣诞之星。伊甲我讲，伊有2个查某囝，大汉查某囝伫今年毕业要做传道师，生嘛生2个囡仔，所以讲伊即摆是阿嬷，做阿嬷，少年阿嬷。搁来吼，感谢主吼，圣诞的意义。搁来伊的第2个查某囝已经伫日本咧工作啊。吼，虽望上帝安排咱无共款的人生，但是救主耶稣永远是咱性命的主。咱来大岛，伊岛刷，咱要来吟状元甲册简的诗41首吼，咱要吟第40就好啊吼。咱兄弟，咱同心来祈祷，感谢圣父上帝，你赏赐圣囝耶稣，伊的性命要诚侪阮世间人的愿望。感谢圣神上帝。逐时阵用未讲出的吐气，替阮来祈求，互阮伫人生跑走的道路，不定时有真光在引带。伫救主诞生的节期的当中，阮的心内着跳，亲像伊丽莎白安尼，也甲玛利亚同款，阮在期待救主的降临，阮常时也在期盼上帝国的再临。回想过去的一年，阮就得到你太济恩典，毋望伫阮未来的一年，阮会认真跑走，宣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伫阮的厝边，伫阮的社区，伫阮的教会，阮也期待一个新的牧者来到伫阮的中间。阮有侪的期待，伫救主诞生的节期，愿你成阮所祈求的，也求你帮助阮的兄弟的当中有辛苦病痛的。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互因的病痛得到头白，互因的心内亲像看到亮光一般样，互主你的圣诞诞生伫阮每一人的心内。安尼祈祷，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免。咱来吟册简的诗。真正是71首，咱要吟第40。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同在、圣灵的感动，同一人共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济，绿岛电乐结束了甲仪式。咱礼拜到遮。